唔对，佢是背对哦。阿强，你许了什么愿望？我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和你分开。你不想做生意啦？是不是我要去叫白头哥来，还是叫丁哥来，你才要缴钱啊？拿去啊，杂碎！外地阿强都哪里嘞？你也会唔要惨干咩？咱老太阳都老强啦。亚比唔係我嚟就來，我照幾比數哦。喊我呀！阿東講啦，安尼來唔要咁做唔慢啲除掉啦。阿強妹哋茶葉關係條路哈。安用是舊舊少少嘅，俺老點過的面皮啊，本下香香的啦。計件長衣干咯，你不傳喺路慢條路啊！爸嘅。隨我不聽啦我，做快計唔地放揚，從頭到聽啦我，要企到上做貓王，個落氣未變難養，想個冇機關於上，心動嘅夢，為這樣開始投降。前頭啦我，先鎖在內其條巷，直到只條啦我出現難多形容，個落見嚴明我，想到你成心公地。欧巴桑，你来这干什么？有没有搞错？是不是走错地方啦？唔要同阿強上大嘅人哈，就會提 V 啊。我本來就都要比啊。你啊，拉嘅籃腳師哦，比我看慢來，還腦海蒼鬆。好啦，我今晡日哈，喺來尋太傅阿典啦。啊？喂，是誰那麼帶種啊？敢來這邊找我們阿丁老大？唔都係，唔都係太傅定哥。你鬧到你還慢嘢啊？來黑 party，你們要該事情。你妈来了。我妈？嗯，在里面。你不进来啊？这样是爱迟到，还没给暧昧的时间。俺乜该做冇讲，就离开屋企，乜该伸手都冇。俺冇辦法，都也用時面對佢。我係阿強嘅阿妹啦，我來尋阿強。請阿強幹嘛咧？阿強既然伊無進步嘅呀，我來帶伊進步下。
来拜托，本阿强听下转去。阿爸妹啊，你伫亚比迄嘛该比送。爱弟，快说，千万不要个阿强，伊汉细啊，唔知条天啊。阿爸妹，你七家位想清楚哦，迄阿强七家位来嘅，无人白记哦。要个迄阿强以前拿全部个钱啊，拢摕喺遮，爱办不？爱分钱拢无通啊，爱得拜托，本阿强做好冇？娘没较好，迄娘来前面你个呢？老豆老千万事情就是结结好，你当然要嘛个开山堂嘿。迄伊都钱唔啦，爱为个分去都唔得哇，好冇？我看你好无？嘛去放梅啊！老人讲，亚比唔免上来就来，上这就这位蔬菜啊！好诶，阿爸妹，你知道亚比迄斧头迄做路慢嘅，不过你咪认认真真做生意嘅啊！你老多万年来，订哥都会输哦。订哥迄款在年来有一系列彩条，咱本期流都亚呢。咱讲吼，挨着迄客家人，你怎么特别照顾佢啊？拍头太嘅，做住困吹客家人嘅情分啊，不用阿强走，不一条上路行好冇？嘛去放梅啊！可能老人来穷样脑筋唔清楚的冇。先讲我分期付款，以后来欠亲戚，当然要嘛个同样比诶。好嘞，好嘞啊，松影哈。好借啦，借啦，好借回啦！拍條睇借回啦，好借啦，唔係傾講用借啦，我講人講啊，借回啦！走走，走走。你送罗妈妈回去。阿强，我先送你回去。小罗的事情以后再说，好吗？来。阿 Q， 过来。罗妈妈，我是林芬，我是小罗的朋友，我和阿丁、白头那些人是都没有关系的。罗妈妈，小罗他不是坏孩子，他会跟人家打架，进警察局，还会去阿丁老大那边，都是因为我。罗妈妈，你一定要相信小罗。当初如果不是因为要救我，他也不会。阿妹啊，也班唔免挨唔错噶，迄人啊狗毛子哦，想皮肤什么样啦？挨真落去上大嘅，你个必须系件咩挨啦？永白，你有冇该打算冇？这样时，谈到压阵问题，我实在唔知要样办回答。穿墙当改，行路摇晃，也系我家日乌沙飞嘅梦想。不过真紧摊起来，真发现各项事情，人系想嘅都冇同样啊！唔老爱谈好哦，你老以前，自家就会抵押费迄马个比数，押费迄啥会卖命嘅创所呢？只要你心肝拉黑，你赚给钱啊，你会买不？
买茶的啊，为用板有好娘们，全就做得。家下娘们享福都来唔差，还管做嘛个工作？阿强啊，咱无得变呢，咱自家无想清楚，亚飞唔系山童哦，爱来就来，爱照就照，你知道有可能吗？迄订购本攞来呢，无记叫订购就本去收保护费啊！你看，订购伊重视呢，自家好好想想啊！罗妈妈，我去帮你倒杯水啊。哇，唔爱食吗？哇，孟母亲哎，给我一包。啊，这什么东西呀？绿绿青青的，不敢吃。你们真的不试试看吗？很好吃哎！之前罗妈妈有送给我们吃过一次，一下就吃完了。啊，还是美女是货，这种好东西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懂的。一个輕係真好嘅，芒酸的乾，好粗，不是，出出看呐。我晚饭还没有吃，所以我下次再吃。下次。冇要緊啊。罗妈妈，你肚子饿不饿啊？我出去帮你买点吃的。林辉小姐，我希望以後唔好同阿強哥來往啊。为什么？你看起來啊，像有錢殺人的手機，阿強配唔講啦，而為了你同伊相打，本警察鬧呀，阿以後唔好會有事情。罗妈妈，我是真心在和小罗做朋友，我也希望他可以回家，请你不要误会我在拖累他。我妈怎么样？罗妈还好，你不用担心她啦。她刚还招呼我吃芒果青哎。她就是这样，自己再怎么累，心情再怎么不好，都是先担心别人。你明明自己也在担心她。小罗，要不你就干脆回家，这样罗妈就不会担心你，你也不用担心她啦。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？走到你心中去。都
亚比会高超到唔变脸靠吗？唔好呀，我真欢喜哦，你平安读书啊。二兩沙到底喺度讀書嘅冇？當然啦，而家無論 K 書中心佢做乜嘅？嚇，馬晒啲二兩沙嚟做乜雞哦？嚇？我因冇公告吵到你。你出門胸口嘛該空嘅。病族以後呢？煩死了！你们兩個夠了！電燈泡會丟了。老怪，老怪，你愛我留下來麼？你去哪？我以前阿強，前度阿強哦，啷個講下哦？發講到安講哦，你談你嘅戀愛就好了呀。好嘞，看好了。什么案子谁啊？曹警官，我不卡太太细细的事情哦，多麻烦的，连饭钱哦都抢走公军呢。不是按下去呢，是有够事情。错了，曹警官，咱摆我不卡的事情哦，做这个麻烦的。啊，叮当辛苦，拄到嘛困难啊，较艰难。唉，只有选迄当辛苦的才过。别放心啦，我身体哦，当十啊，十无冲牛肉啦，有样无样啊，没问题啦。啊，阿强来请来吧吼，嘛会伫讲明一切啦，哦，你放心啦。该你了，什么案子谁啊？刚才先来做哦。较生意哦。好。妈，还做到你来。哦。哎妈，妈，休息下啦。哦。来，休息下去啦。好啊，妈嘅事情咧。来，东西要不你看啦，给得。来，你坐，你坐，给得。来，坐。你看啦，呀哦。你老厂公司签咩啦？厂公司？係啊，係你阿廠哦，喺度辦提錢哦，所以我喺度做公司簽咩啦？你決定要做啥呢？當然啦，呢啲錢哦少嘅啊，佢算先生嘅簽咩問題嘅啊？我可以叫啊。人人表面啦，這下子你算哦，時間太長啦。還有哦，前面好多啊！媽，有事情啦，你莫說很多啦。錯啦，媽，你條板木好冇？板木？我擺那邊啊！
那你好，有存钱嘞，俺请好的地方哦，搬过来啊。唔过廿八也好嘅东南亚工程呢，俺真来请动俺来用诶。妈，你按这放心啦，全部哦俺安排好势的啦。阿强咧，妈，你还希望佢转来哦？无啦，阿公，上牌事情吼，系短时间嚟误会嘅啊，我又看到上牌本嘅路曼头欺负細妹哦。唉，希望有些人了，冇個做壞事情咧，以後唔得做馬嘅。就这一间，啊，记得等一下一过去就动手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怕。可是他们会报警啊！你白痴啊！他敢报警，就以后不用混了。只要我们动作够快，他哪来的时间报警啊？我告诉你，就要让他在什么状况都不懂之前，我跟丁哥就出现，安抚他，照顾他，这样整个地区才会是我们的地盘。白罗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得干净又漂亮。小罗，你没问题吧？怕了吧？是的，我没事啊。那等屁啊！动手啊！是，走。全部给我站！站！对呀，你比清唱快啦！对啊，哎，看到冇啊？这就是你们今天的成绩啊，干得好！哎，连国公啊要留钱，兄弟分分啊！哎，谢谢。两个而已。哎，你看，拍条哥，阿强啊！金币同数嘅時間，因為冇停通咯。行完係嘛？喂，你要搞清楚呢，你阿嘅身份唔是上岸度啦，本期條講吼，你就真係淺川啊，係嘛？白老哥，你还真有一套啊！对，白老哥，好样的！什么一套啊！我们白头哥还有一招，让他吓得尿出来的，还没死出来呢。对。衝動變成成功記。醒啦！我还怕你送报纸会睡过头，想来叫你嘞。我没有睡，我睡不着。怎么啦？
其实我会留在这里，都是因为我妈。我想赚很多钱，让我妈肯定我。可是到了现在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想。你太天真了啦，不是讲讲义气就是黑道的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想离开这里吗？不知道哎。我要去送报纸。早餐我帮你放里面啊。谢谢。妈，来做落嚟。哦，平時做洗嚟有去水門㗎。哦。錯啊媽。我準備出門前咩興留東西先少少啊，我痛冇痛啊？冇啦，我嗰時候阿強冇進嚟，如果講強強一版本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阿辉？你找他干嘛？我前几天跟他借了一个随身听，想还他，这几天怎么都没看到他？我也好几天没有看到他。他是不是离开这里啊？怎么可能说走就走？这里又不是旅馆。哎，出来了，快点，快点啊！阿強啊，嘿，我請阿紅希嘛？係啊，我嚟講，唔要看到佢啊嘛。喂，坐低。哦。向唔一條人啊，會本事，會本水啊，辦事又冇門通。唔過咧，唔對啊，還係有一些嘅價值啦。阿強啊，我都定過去正經輕鬆啦，那一些嘅本事出來啦，按勇士啊，就算本人做起來，又飆出來。冇聽錯，定過還會用呐。这个月的业务报表我看完了，阿全，你去把长春路那几家的店长请过来，我要听他们亲自跟我解释，为什么这个月的客人会比上个月少。是。
哎呦，妈咪呀！舍得来见妈咪了？还好啦。妈咪呀，这个给你。第一条，我愿意乖乖的补习英文。第二条，轮到跟妈咪住，不再逃跑。第三条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合约上面写的啊，你看这里嘛。这就是你愿意乖乖听话的条件。交换的条件是要帮罗强离开阿丁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为什么要帮这个罗强啊？合约上不是写了吗？你帮他，我就会回家啊。你一次又一次要妈咪出手帮这个罗强，看来这个姓罗的小子对你来说很重要、很特别了哈。这边还有一条规则啦，不可以问原因。就是这样。克丽芬大小姐，你知不知道，要妈咪去跟阿丁谈条件放人，会造成我多大的损失吗？我知道，可是，哎呦，妈咪，你很有钱呢。你想想嘛哈，一个月呢，你赚50万，跟一个月赚48万，对人来讲都没有差别耶。所以我就是想到这样，才写这个合约书嘛。这么说起来，你还真是有替妈咪着想过。那是当然啦。那妈咪是不是真的也感到很安慰了？哎呦，不用这样啦。哎呦，拜托了，妈咪，我拜托你，你签啦，你签。我先签，好，我签。来，换你，妈咪，你签嘛。你帮我签啦，我最爱妈咪了，真的。来，干嘛？你签了啊，所以现在就要帮我打电话。现在就要打？阿橋，仲所冇係電動你哈？阿哥，伊唔是叫俺嘅表情啦，俺咩來並進木下嘅啦。唔要，喺技術上我到了未哦，俺咩冇想我同你講。唔過哦，本兩條路行，第一條哦是進木下好好照顧媽媽，第二條是最後認認，咱咪冇找我出現啦，媽。我拜託你照顧啦。拜託你照顧？你係乜嘅意思啊？阿橋，你以前初已經講啦，假使哦，老與討論過哦，人繼續想我留到了位哦，我要聽媽同媽講哦，當作你已經死咗啦。唔過哦。你係做無茶夫人嘅，唔敢以前見實。
上东城，成功记录。周大姐，听见打电话来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最近生意做得不错嘛，我听说大稻城那一区这2天又让你给收了。是啊，您消息知道还真快。事业越做越大，我这该好好恭喜你。不敢当。周大姐，你找我不是要恭喜我的吧？当然要恭喜了，因为除了大稻城之外，你也有新的生意来了。我旗下有多少事业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开个条件，给你换个人。谁呀？罗强。怎么？不愿意呀？嘿，怎么会不愿意呢？一个小弟能换周大姐旗下几个生意，怎么算我都占便宜啊？知道自己占便宜就要有分寸。说吧。阿红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小罗，这几天你跑哪里去了？拜托哥叫我躲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进去。阿强，蔡警官。你弄啥意思啊？警卫问啥呢？恐吓勒索。有一群唔满人带头个鲁蛮啊，结果呢威胁商家，本人检举啊，叫佢阿双头派长4年呢，调试给警察捉到，一事情都冇嘅。要做这个非法的组织，做乜个要吸收未成年、青少年最主要原因，你有了解冇？安尼点哦？佢唔要丢人啊，佢本事，佢本衰啊，办事又冇門通。不過咧，唔對啊，還係有一些嘅價值啦。阿強，你對阿典來講，只不過是用滿咗鑊體的聲音，有乜嘅卡真呢？你有想過冇？人個阿公為咗有卡，將自家都賣退咧。阿強，同阿看法轉移啊！骗的冇，叫人出去啦。把给放没？呀，你账户开来啦，开！阿宝妹，你按容易，我真为难呢。哎，把给放没？无放起来，那真是人唔讲出去哦。不用阿强做，
我都唔放起来。我刚才讲出去，还要搁装来开啊！老太太有七个想法，佢想要谈恋爱，唔安慰逼佢转去也无用啦。还拜托不要我阿强，只要唔肯不要我阿强，唔讲伊多钱，还让一份唔少版本啊！我想拜托，唔放我阿强啊！我拜托啊！我拜托啊！我拜托啊！唔好安尼啦！阿强，哥哥，叫拍头胎嘅，哥哥，我拜托，我拜托啊！包嚟到，我求你啦，不要我離開啦，我求你啦，拜託你啦。用自愛感情以後啊，包條哥，我對你嚟講嗬，係無用嘅東西啦。你搞太嘅工作哦，我咩無用做嘅好，我求你啦，你就不要我離開好冇？我求你啦。哎呀，拍頭胎，我咪拜託，我咪拜託啊！拜託拜託。阿妹，唔好起來。你老多事情按簡單係冇啦，就算係答應，係講定果唔肯吼，唔對啊，就唔是想平平安安地行出去啦。我嚟講，你看我要幾多錢啊？唔好嚟講，我一定會想辦法吼，存到1條錢還本條啦，拜託啦，我求你啦，拜託你啦，拜託，白头哥，丁哥是不是还没跟你说啊？講什麼啦？白頭哥，丁哥打電話找你。哎，丁哥，哎，啊，好，好，我哋咧，我會好好處理。阿強啊，唔對，好風起來咧。咩？好遠，好遠。我唔知啦，如果嘛個辦法吼，本定個案件難就不用講，定個要交代啦，唔對啊，好準嚟啦。你係講正經的哦，我就講。阿妹，我媽起來了，找我們。等下，拍頭胎嘅，唔講嘅哦，連答應讓阿強走，行一百做唔到前面嘅大意，畢業轉來。是你講嘅啊？啊？好準嚟啦！走，我們走。拍頭胎，成夢。包嚟講，按之前呢，我就先走咯。走了。你妈妈还好吧？他睡了，送你回去。等你一整天了，去哪里啦？我去外面想些事情了。有事情不会好好商量。对了，我听见你跟白头哥说什么？白头哥，丁哥是不是还没跟你说啊？我拜托我妈咪去找丁哥，
不然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妈咪？你不是在补习街看过有人追我吗？嗯，那是我妈咪的，手下啦。我妈咪是台北市好几家酒店跟车行的老板。真的哦？走啦。原来双峰子迄个体育坊条路，也记张那个广府梦，应该迄天意坊条路啦。也想起来，前条路系你爱前适合即家的，我的身体实在无适合分无啥费，我当干车我要去坚持。不过话讲转来，做德方条路都应该有多少嘅舒适。也就廣府太望，本來得到嘅係我嘅女朋友。你两嫂哦，在那里煮东西啊，来给你煮饭呢。小罗，你们到底要搬去哪里啊？罗妈，你们要搬去哪里啊？不会离这里太远吧？你讲乜嘅啊？結每年你去辦宴會。哦，唔啲呢？阿公講前兩單位養吉天啊。唔講嘛，係冇前多啊？係啊，阿公講啊，佢前兩單位養來吉天啊。小羅，你教我講客家話好不好？這樣以後我就可以陪羅媽聊天了。好啊。那，你幫我跟羅媽說房子的事情交給我就好了。阿妹，佢講前屋嘅事情舊本結束好咧。等一下，太快了，你講慢一點我才可以學。再一次哦。前屋嘅事情。前屋嘅事情。舊本捱。舊本捱。超好咧！超好咧！肉麻，真肉麻！你用啥？我冇想講啊！貓王做乜嘅？我有人做貓王啊！你正确的答案是来自于他的英文名字。小罗，我男朋友。你男朋友？我就想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过快乐的日子。小罗就是那个人啊。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幸福，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快乐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，有人默默为我加油，关心着我。假使会影就从来踏查，做出条血，希望会影就会心态含起期待曾有的快乐，会影就幸福的童年，会影就强行的路，就算会一刻的神发觉知，有一片天空，有难同当，会影也爱有福同享。谢谢你。